子君三宝人，我转呀请你推开手，你睡眠为人实言儿，镜子里只见你用眼神枕头边，只叫你来伸头。姑娘啊，你眼中能有多少泪？你真情的同儿到村下路到去，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我爱头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肉精在花模样。张开你眉上梳妆，
的私奔之难嘞。姑娘，等你身体好了再看吧。去哪里？
比比人心变，可叹我真心人问得不将情人。上知曾经彼此同，我为乱人私破到自方才老太太、二奶奶他们都商量好了，那必要用你去使唤你。孙妈妈，你先听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四人是出来听儿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还有一块
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孙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。白去听闻不了罪，又必成为断气把命财。我只眷今日里，只愿听着病榻旁边对上话，就不碰那东王烟上还欢悲，还等姑娘断了气，再把我分身再关我一包走美。娘，我也是奉了朝明茶去，该不有计呀。好吧，就让先一跟我走吧。什么？一个都不去？大米可打不过阵地，可要回去了，姑娘。